Jauh-jauh tu sa kajam-jaman na makai cina na sulibat. Sakatu sa kajam-jaman na urita sepui na kainua sama si imazai tua irimia sulatan. Imazai tua tapru katu una makayan. Imazai tua ita karam pajudu sapru katu ita karam. 耶利米书16章1节到21节，耶利米的孤独生活。上主又对我说，在这样的地方，你不可结婚，不可生儿育女。我要告诉你有关在这里出生的孩子和父母将遭遇的事。他们都要因疫症死亡，没有人好哀悼他们，埋葬他们。他们的尸体要像肥料堆在地上，他们要不是饿死，就是胀死。尸体成为飞牛走兽的食物。你不可进入商家，不要为任何人悲伤哀悼。我不再赐平安给我子民，也不以慈爱怜悯对他们。无论贫富，同样要死在这里。没有人埋葬他们，也没有人哀悼他们。没有人会砍伤自己，或剃光头发为他们致哀。没有人会跟上家一起吃喝，为了他们的丧亡安慰他们。连丧父或丧母的人，也没有人表示同情。你也不可进入欢宴的家，跟他们吃喝。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我要使这地死气沉沉，不再有欢笑，也不再有婚宴喜庆的声音。他们有生之日要亲身经历这些事。当你向他们传达这话的时候，他们会问你，为什么上主这么严厉地惩罚我们？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主我们的上帝？你要告诉他们，上主这样说：你们的祖先背叛我，去膜拜服侍别的神明，他们离弃了我，不听从我的教训。但是你们比他们更可恶，你们一直为自己顽劣的心思所驱使，不听从我。所以我要把你们抛出这地方，把你们赶到你们和你们的祖先都不知道的地方去。在那里，你们要日夜拜别的神明，我不再怜悯你们，从流亡中放过。上主说，有一天人发誓的时候，不再说我指着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永生上主发誓，却要说我指着那带领以色列人离开那北方的土地，离开他放逐他们去各国的永生上主发誓。因为我要带领他们返回故乡，回到我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将临到的惩罚。上主说，我要差派许多渔夫来捕捉这些人，又要差派许多猎人到大小山冈和岩石洞穴猎取他们。我看见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的罪恶都在我眼前，无法隐藏。我要使他们因自己的邪恶和罪过受加倍的惩罚，因为他们膜拜那些毫无生气、像死尸一样的偶像，污染了我的土地。他们用可憎的假神塞满这地方。耶利米的信心和祷告。上主啊，你是我的力量和堡垒，你是我为难时的避难所。列国要从世界各角落来到你面前，说：我们的祖先只拜假神，只拜毫无用处的偶像。人能为自己造神明吗？即使造了，他们也不是真神。上主说，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使列国知道我的大能大力，他们要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哀求开诺之曼。Satu su asina apurwa kaima在段度萨布鲁瓦嘎兰。人能为自己造神明吗？即使造了，
他们也不是真神。耶利米书16章20节。Tujuh agama asini Bopatarvan唯一的真神上主Kaulidan ada kama cemasaya Kaidan saka Kaulidan ada kama cemas。当上主面对他交付责任的以色列人如此悖逆，实在感到彻底七心失望。上主的话语句句严厉，毫无转换空间，铁了心要使繁荣的圣地成为荒地，好让人看见他的威严与力量，清楚知道他才是全地唯一的真神。一般人对神明的认知通常借着表达自己的欲望，求神明应允，好知道这神明是否应验，值得崇拜。然而以权力的互动关系来检视，这其实是相当矛盾的。难道神要听人的祈求才能成为神吗？还是神借由他的戒律让人懂得心存敬畏、谨慎生活，并帮助社群和平共处呢？其实不少宗教设置，包含教会在内，也经常陷入这种迷惑。例如在一般人的言谈中，总是不乏哪间寺庙的神明比较灵验，至于基督徒当中，则不乏听到哪间教会较属灵，哪位牧师的祈祷比较有力，好像只有在这种利益结构中才能保持宗教的声量。当人的愿望实现，就会认为自己拜的神明比较灵验，这样较有力，好像只有在这种利益结构中才能保持宗教的声量。当人的愿望实现，就会认为自己拜的神明比较灵验，这样看来，神明也需要人的认同才能维持期望。若更进一步思考，神明竟成了人们竞夺的工具，并彼此争执谁拜的才是真神。先知耶利米指出，人即使造了神明，他们也不是真神。然而上主就是真神，无需人来证明。上主并没有保证他的旨意都要满足人对成功和胜利的渴求。当人的成功和胜利与上主的心意相违背时，上主岂会喜欢人的赞美呼声呢？不，上主并不轻易认同人的妄求，因此无论成功或失败，上主都有自己的定夺。在耶利米书中描述，上主彻底根除、拆毁、推翻、破坏以色列。上主透过摧毁圣殿，打破他们对上主与圣殿的妄想，也就是只要圣殿存在，等于上主与我们同在的错误认知。这个错误认知助长了以色列人不受律法规范，做尽自以为无人知晓的恶事。因此，上主直接向以色列人摊牌，不让他们存有一丝侥幸。他要使他们彻底明白，他们将因拜假神犯了罪，却毫无悔意而葬送未来。上主并不会一昧开支票或惩罚，使人为了利益而妄求，或因畏惧而敬拜。上主始终不偏离公义，他一如既往贯彻赏善罚恶的作风。上主是不受任何条件辖制的真神，是使人彻底出自内心真诚信靠尊崇的主。上主更直接宣告，他不再是只是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主，更是今日要带领所有愿意跟随他的子民返回故土，走向信仰旅程的上主。Sinaya tutsua kajamajaman satu tu asini pakini menemukan，我曾对上帝有错误的想象，或是对上帝妄求的经验吗？我曾对上帝有错误的想象，
或是对上帝妄求的经验吗？Sina tu soal kajaman-jaman aruca kigaluina kinumnam latinana gemalu kinumnam ayakana pasamarau kainuri。掌管万有的上帝，你总以智慧与公义教导我们，求你使我们能时时在你面前谦卑，时时反省自己那隐藏与内心的罪，并能认罪悔改。奉主基督的名祈求，阿们。Mali-mali tu soal jaman-jaman aja sinupu aja kinilarai ya kainua ceman tas malamara tanutim amina kaitan amina kaulidana ta kama cemas nekanu juma cemas sauri makaya benara tayau toca kama cemas sakala tinana kemulang latinana paalai latinana mitete kuana parotanga sumukup talangu toca kama cemas latinana kemulang latinana kilaruwa ya parorau inuri ya parorau toca kama cemas laikatinana sesat saja latinana paporingo toca kenecewan toa cemas nuna mata zoa mana rina makaya tinana sekiamau tamana baru noca kama cemas ayakana demiki kita pas marau toai cuaca sinupu tu cuaca jaman-jaman saka mali-mali pada makano ijo ikana malungwa ko sinupuan lamuna paja kacanga saka mali-mali latinana sudiva tu cuaca kini edavam taca pingan